安。咁啊，比賽開始咗，見到陳一樂呢已經係率先彈咗出嚟啦。不過最後呢，就俾中國嘅選手6線嘅李賢京追過咗啊。咁啊，李賢京係以10秒44嘅時間率先衝過終點。咁第2位衝過終點嘅呢，係中國香港田徑隊嘅陳一樂。咁我哋一齊睇翻慢鏡。咁啊，第3名衝過終點呢，應該係愉園體育會嘅鄭長虹。咁我哋一齊睇下大會公佈嘅成績同時間啦。見到第1名衝線嘅運動員係代表中國嘅李賢京，衝線時間係10秒43；而第2名衝線嘅運動員係代表中國香港田徑隊嘅陳一樂，衝線時間係10秒52；而第3名同樣係代表中國香港田徑隊嘅代表愉園體育會嘅鄭長虹，衝線時間係10秒59。